歡迎繼續收睇《大明大放》㗎，我哋繼續高鐵50後的對話。咁我哋頭先咧都討論過有關於嗰個高鐵嘅工程嘅方案上邊嘅一啲討論。因為羅祥哥，你睇今次咧喺即係其實唔同嘅陣營啊，咁樣嘅對立面咧，譬如可能有啲支持嘅就話，哇！你如果要反對嘅話，可能要推倒重來，又或者可能花好長時間再做過一啲顧問啊諮詢咁，你點睇？個總站咧喺市中心咧，個經濟效益咧就一定強好多嘅。即係除非你揀另外一個地方咧，政府已經有好明確嘅政策喺未來10年或者20年咧，將會發展成為市中心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仲係荒地一塊。雖然話當個站起咗之後，就自然會帶動一啲嘅經濟活動咧，但係嗰個嘅影響咧係比較輕微嘅。咁因此咧，就我比較咧係支持而家政府嗰個嘅方案。即係我哋如果係花40億係將紅磡擴展去尖沙咀嗰5分鐘嘅路程，點解我哋唔應該花多咁嘅價錢咧？將嗰個由錦上路翻嚟尖沙咀，尖沙咀先至係所有我哋而家遊客中心區，所有我都嘢發生嘅地方。咁呢個我哋唔好淨係睇個成本，而個效益係遠遠超過嗰個成本所得到嗰個後果出嚟。我諗呢個咧，其實正好咧，正如阿溫家寶總理講咧，大家要睇下個深層次矛盾喺邊度。係香港有一個深層次矛盾就係個貧富懸殊啊！我諗相信大家公認㗎啦，唔好再講貧富懸殊，因為講緊工作。因為如果你話冇貧富懸殊，我解釋點解會有關係。但係冇理由用條高鐵嚟到解決貧富懸殊啊嘛，冇錯，解決唔到㗎。可以幫助解決正如你所講，正如你所講，貧富懸殊係同發展有關係係嘛？冇錯，發展有關係。如果個站喺錦上路嘅話，錦上路咧，你都承認啦，肯定咧作為一個交通樞紐咧，可以帶動一個發展。無論政府嘅規劃係可以改㗎，而家冇規劃啫，政府都話咗，但係而家啲樓價喺佐敦附近嗰啲文物樓起緊㗎咯噃，如果錦上路可以有發展，而家講香港嘅成個香港嘅將來由700萬人口變咗4000萬1億嘅一個香港面對咧生活圈嘅效益係遠遠超過所有其他問題。地區發展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新界唔夠就業。第二，市區密度太高，以致生活質素降低。呢個咧其實做過好多。咁點解唔去天水圍起個站咧？呢個問題。所以如果喺錦上路起到個站嘅話，帶動西區發展，正就係可以可以幫助到新界北，無論天水圍、元朗、屯門呢啲都係我哋特別貧窮嘅地區嘅，需要投入嘅。即係我哋要面對貧富懸殊處理啊！即係貧富懸殊個問題係非常之嚴重，而且政府咧即係亦都係非常忽略。咁但係唔係話用條機鐵，即係呢個高鐵。就希望佢引申一啲嘅輕微嘅效果咧，而去改善個貧富。但係如果用呢個機會咧，去提出個問題啦嘛，而家唔係個工程問題啊，即係佢係用呢個起究竟你係拆皇后碼頭啊、喜帖街啊，呢啲咁嘅情形一個 indication 咧，一個高鐵咧就係反映個不滿。但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工程個項目去睇咧，定係用一個咁嘅機會咧去反映咧？咁我覺得個症結就喺度啦。咁啊，政府嗰個服務好，對解決貧富懸殊咧，我哋一定要睇。但係係咪一個對香港長遠嘅計劃，而係用咁樣去做咧？我諗嗰個嘅信息係好強㗎啦。我哋有80後有咁多個報紙，有咁多人去參與，係議員咁忙喺度。我諗希望呢個信息係俾個政府去做，但係唔好從時咧就影響30年後呢個80後嘅青年喺香港嗰個經濟效益啊嘛，嗰個情況啊嘛，要我哋咁睇啊嘛。如果專業去咁睇就係咁睇，但係你如果社會唔肯起新機場，好在我哋前輩肯起地鐵。如果唔係，我哋而家冇得受益。我哋而家係為咗將來嗰20-30年，唔係80後啊，講係將來90後、100後，即係我哋有講係將來嘅嘢嚟。我好高興阿黃耀新肯聽呢個80後嘅聲音啦，因為琴日咧我同你對話，其實咧佢哋有一個好清楚嘅訊息咧，就係話希望我哋而家呢啲50又好，即係40後好啦，甚至60後好，咁咧嘅喺社會上邊比較影響力嘅人士咧，能夠反思一下，甚至調教一下香港而家社會發展嘅方向。呢個正正係佢哋俾出我哋嘅好重要嘅信息。呢個絕對需要。所以咧，我都係經常反思嘅。我咧經常唔係完全接受經濟嘅人。作為一個交通嘅基建咧，用呢種我香港嘅命脈將來擺喺手度，我哋攞嚟玩。交通基建正正咧就係影響到成個社會發展。30年前我仲激過啲80後啦。係啦。咁但係我而家聽唔聽到佢嘅聲音啊？我聽到佢聲音啊！我同佢一樣有咁樣嘅廢貧，我仍然係反對填海啊！我有反對政府嗰個嘅其他嘅諮詢啊嘛，係好嘅事，我哋要做。如果唔啱，我哋去做。
我有對政府嗰啲手法啊詞一樣係有出聲嘅噃，唔係冇嘅喎。我出聲仲強過你添喎，係咪？即係我唔會 Ombudsman 咁簡單喎，我直情係 JR 佢喎，有喎。咁點咧？咁就嚟，我覺得係一個以事論事去睇咯。咁我覺得如果係將佢呢個一個工程項目，而個專業人士咧去政治化咗咧，我覺得好遺憾。如果你帶到不同嗰個嘅資料俾到，原來我唔使起嘅，咁我喺大角咀有層樓嘅，係咪一個 vested interest 唔準去投票咧？咁我有港鐵嘅股票啊，唔準投。我有直通巴士係點咧？咁如果我間公司西九可以俾我唔俾我投嘅，如果錦上路站俾我投票咧，最大受害者。咁啊，即係你見到係原來喺個別嘅嗰個嘅個人利益係咁做咧，我覺得係醜化咗嗰個。其實咧，呢個正正咧，我都想話我哋。